各位乡亲大家好，你呀哈，看到嘅就係宋家下屋嘅故事。呀個總頭嘅人動熱情，動神氣。你看，根本嘅動腦嘅有冇？係因為啊，頭擺嘅太戲院、太公民戲院啊，根本嘅重新開張。故所大家全部嚟入邊鬧熱，很看得咯。等下老大家介紹總頭嘅人咯。重新開張的日咧，大朋友咧跳個刺激真是啊！這樣哈，今晚嘅幾時幾多啊？哈，看前就改，西裝來哈，歡迎來坐現在了啊！又來啊！唔咩碰啊？唔乜三個哈？企喺邊？唔企喺邊？企喺邊？邊度？你这边，洪天堂，啊，建董，诸位，准备现场，哎，这边标志趴位啊！天生的客家诗表演，開始介紹人總頭嘅人咯，而家看起來太太頓咧啊，就係奇珍；一做拍什嘅就係阿年最好錢咧。還有嘅人總頭嘅肌肉男文炳，哦，你看下什麼嘢面粗粗，佢係阿蘭嘅妹英英；做鳳什嘅就係阿蘭，另外一個係熊妹。佢咩單槍喺美容院調講用，其他位啊係個新聞中心哦。去到基鎮旁邊呢，戴帽嘅細阿妹啊，就係基鎮嘅妹嘅小倩。佢兩啥？一個係衛生所嘅淑慧，一個啊係美容院嘅慧玉啦。還有呀，哎呦，講法一太上嘅係水銀啦。佢係熊妹嘅老公阿水嘅外甥，呀哈就開始看人宋家下屋嘅故事咯。心愛的眼睛，已給你留起條街，天天加油唔去貼價，感受都市各種的存在，兄弟的幾行茶最暖滿意，脫下披衫的誰來愛起來比，天作人共在高漲海起，敢擁有了愛情。紅燈前停下了腳步。停下飄你落落，用下燈燈搶燈走起，咱哋大家一樣心情，路人甲一行共樣的路，一群細學生輕輕聽書，鐵砧擺下看無人放的伊，愛你叫的電台。嘿，我愛一片銀色你，我走上婚姻。讓我思念色了滿心，春天不擦眼你不用愛心事，告訴娘不知，用最自然的方式。
下位是总头嘅民宿，吼，也个头呢太麻利嘅，就是电子啦。家爸哦，唔准佢去参加因戏院嘅开张，为到嘛该喏。等下阿贵哦，你看到几个人，你就低咧。等志，等志，各位欢迎光。马家时间了，很多水梦。爸，怎么啦？阿龙讲，市区站在戏院啊，开张的啦，哎呦，很水落高，医院开张嘞！哎，你还不用买天呀？表马天也插旗咧。啊，唔过阿龙讲，事情太跳的啦。不用天阳，不用那事情太跳嘞。不用 A 片哦。唔对，阿龙讲个市区站啊，伊转来，买钱买太大，戏里做鸡，阿龙讲太感热心，全部上天去。哎，看啊，几礼拜吼，切腿撞了人个脏。爸，你是在轻无聊呢？人真的故乡为故乡做点事情，无人家去买了钱啊，然后叫我来脏啊，那还人体人命，是嘛？啊，唔对啦，阿龙讲，伊啊，切腿有嘛鬼怪怪计划，我来对不对？最有鬼怪怪计划啦。哦，爸，爱看人啊，你看到骗人，比还那输分呀，木主吼去插沙。去插沙，拜托嘅，阿龙讲呀，爸比佢行啊丰盛呢。哦，轻腔轻风神，轻腔。哎，阿龙讲，叫伊吼，伊老安眼熟这边上，伊啊搭在股，探看啊，要嘛小气啦，撞人啊讲。哦，哎，生意饿死，张过去。啊，叫伊。隔壁就是店的小乐，哎呀，阿燕跟妹啊，贵酒是出门的呢，好像很宅哦。嘛该知唔知啊？你那乖乖的，唔好出门做唔得啊？我12年按好教。错啦 ，Q 咪，加戏咩啊？酒酒冇不用天样啊呢，你们反馈个没谈切。我已经很努力想要听懂你们那边的客家话，但真的太难了啦！你老哎，好东西哦都看慢呢。哎呦，舅妈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年轻漂亮啊！我讲按懂，你那都按尼哦，就会较轻松嘛。哎呦，以前哦，佮个戏院呐，就摆哦，金餐钱哦，赚钱，春钱。存钱，春钱，春钱呐！会啊！贝咪哦，你呢就枪枪。哎呀，后来就是人呐都走光光了啊，脏熟起来。哦，阿年哦，对，安用供反正呢，居正就居然拿出这么多钱来重新装潢了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呦，人家很有钱，嘛该科技公司嘛该种哇，你低吗？唔低。你买嘛该？哎呦，你看呀，这对老跟老婆切出动都行的呢，还真得开包。你有没有做事？嘛要做嘛？哎呦，俺妈唔晓得啦。太寒黑嘛，唔来搞记上卷子，给。等下佢又聽日好冇？一橋咩硬哦，敏感氣啊！你看，从你买的呀，中獎啊！红枪啊！
那样子不出来啊？你大雨时咧，哪都会落的啊？阿虎哥，我听下吃到乖乖，有冇可能眼瘾？这位奶，哦，听说这位水母哈，买水母啊，定点埋伏。定点埋伏。哎，干事两张嘴，青菜人公司做的。你帮我编他啊？爱吞书啦，爱吞书。弄书蒙人是弄下来，爱吞书。哦，哎，咪好，我阿姨奶也下尾帮忙。那下边做地，好俺不会做。听你吃啊？好好好。嘿，哎，阿爷，哎，莫喊哦。阿蘭啊，這小倩哦，最好麻煩你咧。莫伊講，他甲老朋友誒，若要搶這個莫會用會識去啦。小倩，帶到配衫褲下哦，會好好嘅幫忙啲麼？哈，莫當作這個係銀行嘅哈，買時間下吃痛的哦。哦。好啦，我知啦。誒，你小倩聽慣東西健康啊？唔是啦，你打起干拿就好咧。啊，唔怕啦，他把你用手帶空下，他甲他敷上，冇關係啦。你聽。我房間都多擺一張床了，哪還放得下那些東西啊？好，哎呀，這個弄搞搞的東西，叔叔手會出冇人夾咩啊？那是我的作業。呀啦，還站在那邊幹嘛？走啦！好，買時間唔是上岸多哈，不要搶痛的哦。好。爸爸要喊我來看嘢啊。你真排泄呢，嗰種妹，你阿生嘅識當本嘅食啊？哎呀，唔會啦，你這個後生嘅時節唔係惡西西強邦邦，你唔會變啊！你看你嚟下，又唔係變到多麼強勇咧。你啊，當你事情暗多，那係馬脾氣。唉，喲啊，俺叫好冇？太警察，萬歲升官啊！升官哦，平安退休都阿彌陀佛咧。阿彌陀佛哦。哎，按錯1萬年哦。哎，其實差唔多咧，差唔多咧，差唔多。哎，還有乜要注意啊？老太。冇啦，冇埋問題啦，其他所有事情都好好拜託你咧。係啊，冇問題，冇問題。我聽說我老爹戲院啊，咩變越胖起來，本對佢沙定下來計劃，投資計劃行下有信心。哎，嘿嘿嘿。買計劃啊？買計劃？商務機密，講唔得。裝嚟機密，其實唔係攞嚟哦。好。哎，一拍你啊？拍你好忙啊？你睇到投資乜嘅計劃啊？係咪要私動賭錢？哎呀，你唔是少啦，假使講對你股票有好處哦，繼續冇相干。今日呢，阿燕呢有很好嘅想法啊，繼續睇自家好好嚟討論一下，要買結果呢，我就撈睇自家嚟參詳。哎呦，怕乜嘅？因為俺人才啊，聽說本地蔬菜啊繁榮起來，大家講係冇？係啦。所以要人才啊，當我食喎。你怎麼那麼多帽子啊？那麼喜歡戴？哦，這是我媽寄給我的。有一陣子我頭髮掉得比較嚴重，毛病還真多。牆上這些畫都是你畫的嗎？對啊。哎，好漂亮哦！那沒什麼，我們美工科啊，還有更厲害的。哎，這也是你刻的。你看不出來那是樹根嗎？那是我跟民宿老闆借的，是鍾馗，我上課畫畫的時候要用到的。鍾馗，可是你不覺得這很像我爸？哪有啊？你看，才沒有嘞，神經病！阿姨，小倩，你支付買嘛？我阿媽呢，前幾日我以為請過，不過聽家講，我哋到一點鐘就好賣。哦，哎，咦，你頭髮幾兩衫呢？拜託，我的那麼小，他怎麼穿得下？係哦，唔怕啦，嚟張你攞嚟買。唔是麻煩啦，我自己一直做得嘞。哎，唔是，你這樣做得來，你係哪一種魔術？我哋拿出嚟量一下，等我下哈。謝謝。你不說，我之前都不覺得他長得像你爸，但是現在越看，還真的有點像哎。咦，好奇怪，我放回去了。那我以後想我爸的時候就看着他。
你不觉得我妈对你还真好吗？嗯，哎，怎么都没有听你讲客家话？我讲的他们又听不懂，为什么？问那么多干嘛？不需要我问，那我就不问喽。奇怪，你又在找什么东西啊？我有一罐护发乳，我明明有带啊。哦。嘿，那你先用我的好了。真的吗？对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可是怎么没有包装啊？这味道好像怪怪的哎，我房间借你住，东西还借你用，还嫌东嫌西的，那算了，还给我好了。没关系，我要用，谢谢。这什么东西啊？难保数值，被骗了，好小笨蛋，被骗了。干嘛？用完了？哦，你买个东西啊？依依，你要有咩声音啊？就说是开玩笑的啦，谁知道他真的抹上去了，笨蛋！哦，你声也是惨。阿姨，没关系啦，我们这只是开玩笑。你拢讲个狠的喂，没关系开玩笑啦。讲话查个声音用不按用，实在哦。哎，你在哭什么啊？就开个小玩笑而已啊！而且难保数值也是要花钱的耶，我也是损失惨重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哎，阿爷，啊？你都忙乜嘅啊？冇啊。我想我2年嚟咩，然後到啊，就值得把來買拍1號買哦。爸？係啊。吓，唔出用走成幾條法啊？冇啊，一閒講咩，佢屋企一打喪誒，我是發揮嘅客家人權欠24嘅精神，唔點啊？資源怎個利用咩？嗬？乜嘅前途咁錯啦？冇閒哈。等下，阿蘭子，出門。Good night。good night。來，我到啦，我到啦，照錯嘅啦。嗱，我到嘅啦，喲，咩慢嘅喏？等下啦。阿 Q， 我看模樣啦。哎呦，讓我按表，冇太難答啊。哎，他咪講英語。講真，係講腔呢。他咪學到買幾種嘅啦。好啦，吉，我到係咩？好。我冇好啦，來啦。哎呀！喲，吉啦，好啦，要睡個身。來。不快去講英語。但你
我看爸爸看书就会弹吉他、唱歌呢。我爸会弹吉他哦。你唔知嘿？我哦，救命啊！哎呀，救错哎呦，哎，看好啦。哦，这按多啊！哟，等到本他假设啦，哦，今年啊，天空八卡有天数哦，你看，哈哈，呀，溜丁啊，又甜水又多啦。哟，奇珍的妹儿咩？小倩啊。嘿，阿爸好。好啊，等下好，孙上好拿水果去本阿兰医生好，好嘛？哦，是耶。嘿，小倩哦，唔知奇珍会弹吉他，哦，你看乖嘛？也有嘛好怪的，个奇珍头路做到按太按无限，哪会有时间弹？哦，但伊冲山歌，时间动多。人讲懂就讲是。哟，嘿呀，你要到涵涵，如果讲乜嘅弹吉他嘅事情咗嘛？哦，小倩问爸爸。寒色嘅時節啊，娘嘅哦。哦，佢呀，老教師就多了。總講啊，伢爸爸頭擺到狀況啊，樹頭都清好，人品也清好，太太細細嘛食嘅。唔錯，應該講啊，厝體阿貴啊，大家都中意佢。係啦，阿貴啊，留佢夾唔來啦。阿貴啊，係乜人啊？哎呦，其實咧，較貴條咧，佢甲明水調價啦。做乜介嗌爸佬阿貴啊，行唔來啊？阿貴嘅問題唔係伢爸爸問題，哦，唉，人啊，老人要熟事啊，一改啦，但係要做自己啊，就看緣分咯。緣分咯。從嗌老英英，一下大強下，朋友喊做唔上，就當打慫呢。唔過吼，係知道老英英嘅身體吼，真係差東東呢。佢要啊，輕盈太細漢嘛差勁得咯。身高也差很多。哎呦，也唔係問題。你看啊，七爺八爺一個一愛，唔係愛，一個一愛啦。愛，啊感情哦，還唔係真好啊？錯呢。誒，來，唔好笑咧，來聽書，包水果本他假設哈。來。哦，很貴啦。乜嘅貴？叫他啦。哎，小倩，頭兩我係咪講好啦？用來用哎。好啦，見到我無限啦，來聽書啦。無限啊！哦，好的是很貴啦，啊無好的是很矮啦，兩擺攏會啦，迄個愛聽咧，迄你真愛聽啊！小朋友，什麼呢？唔使客氣。條那毛真洗好，一下唔使摸啦。哦，錯，梗係識咗咯。上來了。做漫畫嗎？哦，隨便看看。这本还好哎，过去那边我介绍一个正点给你看。这
这个啊，虽然很粗犷，可是很好看哦，它很适合女生看。还有这个啊，这个樱花开啊，也是很适合女生看这种比较细腻的画法。还有这个古代的，这个古装很好看的。你好了解哦，请问你是？哦，这间住宿店我开的啊。啊，你是老板？哦，不要叫我老板啦，我叫小乐。哦，小乐你好，我是小倩。你好，小倩。你对漫画好有研究哦。何止研究，漫画简直就是我的命。我从小就超爱看漫画的，我连研究所的论文都是有跟漫画有相关的哦。研究所？好厉害哦。哎呦，哪有什么厉不厉害的啦，就傻傻的念啊。傻，我才不相信呢！研究所哎，我是真的很傻啊，因为书比较简单，它又不会说话，像人对我来说就太复杂了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啦，不如看书哎。你看，这刚刚那个漫画家，热血漫画家，这个很可爱哦，里面很细腻哦。我去看这边了。这个是有关警察的故事啊，它这个很好笑哦。每个都好好看啊。小倩，后面山坡上开了很多漂亮的花哦，你有时间可以过去看一下。哦，好啊好啊，那你要不要一起去啊？我不要啦，我对花过敏，而且花粉在空中飘啊飘的，我受不了。那我有空再来找你玩。好啊好啊，我再介绍很多好看的书给你看。哎，小乐。灵长类动物，一种大型的有机体。做这本小乐老一位新朋友啊，你好你好，安快乐，我正经还十分荣幸呢。哦，你刚才看的那几本漫画书啊，我先帮你保留。那如果说有新货到的话，我再跟你说。啊，书，我咪係嘅好圖書嘅人呢。那我先给你钱哦，不用啦，书拿到再给我就好了啦。書呢，做得本人整種根本了解嘅世界。哎呀，我咪親好圖書。我说要怎么给你啊？我现在借住在那个小吃店的阿兰姨家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好好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小乐，小乐，啊，3日不读书，面目可憎。书中自有，知识就是力量，力量，力量，我干嘛啊？你安尼冇好啦，你看你小乐根本就唔知你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呀，这冇问题啦，你做嘅哦，头刀面冇办用错嘅啦。小乐嘅好图书，我係皮下記呢，安用伊免唔錯。你當然唔錯啊。好，唔講。你看哦，你小樂吼偷嘅書用嘅就比你卡多。你按用功法，我都嘛给你啲嘛。唔客氣。我都吼自曝其短啦。我知道，你是咧人身攻擊呢。唔一樣啊，你喺邊度唔好呢？好啊，唔講款啊。我想哦，你到時哦沒有志向誒，這個較袂吧？當然啦，琴棋書畫，畫師學弟。我講正經的啦。冇學過。冇。哎喲，大三年到時沒有志向嘅噃。就冇咩。
娘体嘅咯，唔會慘呢。當然啦。見過我？娘嘅意思係講，小樂基會好肌肉男。佢當然嘅呀，哪一隻細妹啊，唔會做一個有 muscle 嘅細奶啊？正經呢，我做。正經呢，懂想念哦。黑力與美的結合。錯啦，跟老公講，前幾飛啊，做電卡都會比看，對嗎？對，冇問題，冇問題。加油啊！冇啊！你输錢走馬噶？啊？係防曬油啊！哦。你有提嘅兩個落買係嘛？啊？我見講啊，你冇事啊，每天一定要搓上搓下。哦。冇，我會報警啊。哦。啊。哦，好。对啊，还不错，而且你很好看，蛮帅的。哎，你警察做嘛了？吓死你！定点埋伏。唔做嘛咯，按頭痛入入吧，來看電影啊？啊，冇嘛，你注定啊，一向做冇嘛好看對樣。哎，奶奶。我要留小姐買私服啦。哦，哎呀嘛，慢行哈。哦。喂，幾嚟？嚇死你！看電影啊？冇啦。冇來要做嘛？來啦，我來問下。做嘛？幾嘛個？慈記鎮啊，裝來又冇多了位客，戲院又重新開張起來，咩個睇緊人無完無落，佢愛做嘛喏？講到無完無落拍戲唔吧？嗌笑乜㗎？嗌是推睇緊人笑呢？嗱，我講啊，佢係城里人，嘿，佢啊，戲院開了位根本唔會賺錢，佢都咩乜㗎喏？啊？唔可以賺錢，問過唔可以賺錢啊！我講，又講明太戲院，係啊，佢下年係萬點啊？乜解？無人客看天日，為賺錢2-3-4咩為按日出日，我笑死你咯！做唔笑呐！天眼眼是冇賺錢冇錯，但係咧，我講，經過了解看到冇？了解我有咖啡糖，順後有寶林酒館，佢了解咩有量飯店，購物大賣場哦。啊，這邊有看到冇？這邊準備快速都去夜了，啊，裡面都度假大飯店。了解誒，一般伊規劃下去啊，會變到500公里裡都50公里青苔娛樂中心。得，
哎，唔讲那边啥做嘛？度假大饭店啊。系啊。爱主题哦，掠刺激针啊，佢吼做迄跳蛇了对付俺，冲啊！莫安尼想啦，几个。啊，看哪样，过来，哪样讲？中秋呀，人家给迄民宿啊，哈，那个慢慢来规划，变成一个分馆，明白？边呀分馆，俺呸！你怎么会装来分馆？你上不一听嘞，笑死你！有，有钱才下穿咩？俺见到冇干啊？去。哦，度假大饭店，客满，明星过来看。有啲开演唱会，明星过来做，好演唱会。走马路腾冲腾啊！条哥，你讲有事情要交代，还等很久哦。你多大有办嘅事情要交代啊？还讲系洗澡唔停呢？我签字冇啦，你做啥事？下一啦。姑爷，嘿，姑爷啊，来，嘿，我做个水果，阿爸，哎呦，等子哎，你要怎样？来，你看我今年种的水果吼，又甜又有水，来啊！啊，我冇心情食啦。有样的咯。唔掂哦，啲記真啊，我去度假飯店嘅。啊，乜人講嘅啊？阿年講嘅啊。阿年講嘅朋友會心定，做嘛心唔定哦？佢戲又起來嘅，又開張起來呢。佢真叫做飲 Q 錢咩？乜敢飲 Q 錢？但係講佢係針對我啦，我從細出來冇夾貨。都係萬人對問，我看是吧？唔看，佢為錢又好呢，推佢講法咧。看話句嘢，是嚟安泰嘅，係像生人嚟樣嘅。我生人呢？唔看，你等等啊！你做到刺激真講啦，我唔講佢啦，看埋還有彩票。好嘞，我看是阿達嘛笑到。等一下。水果吧，來，我識㗎，我講係每本書咯，我就講我識咩，講你都冇哟，好，阿爸，真嚟了哦，按多轉，阿爸，冇我嚟了咧。哎，我妈妈给你的制服。哦，谢谢。你的衣服怎么破了？哦，我今天要去后山采花的时候，我的帽子飞到树上，我想要捡，结果不小心被树给弄破了。连树都爬不上去，真是人大笨，狗大呆，长得高有什么用？手。你哭什么啊？哭点怎么那么低啊？我不是因为你说的话。只是帽子是我妈送给我的啊，我怕她弄丢了，我觉得很难过啊。你帽子不是一堆吗？差那么一顶哦。可是每一顶我都很喜欢啊。又要哭哦。
房间都快淹水了啦。阿妹出差韓國夢，做乜嘅愛撈愛演家咧？噠噠噠噠噠噠。幾多點？唔開水，太下行緊水呢。好啦。哎呦，我留起阿妹嘅演家啦。演家，松果子會演家，不遇到奇珍的事情呢，其實阿姑也好，睇到奇珍啊，鬼神呢都冇送上啦，還記得阿言啦，幾年嚟啊，你地講嚟看好，人狀況做乜做本嘢了晒，落都沒有搞啦。阿言，唔知得上乜解？萬年冇唔知。記住咧，看到奇珍啊有錢啊，做到件人都嘿嘿啦。佢阿年哦，有乜嘅空頭都耐裝嘅人啦。哎，我是躺喺度哈。这边啊哈，我这边准备再扩大200个座位给他，好，再来那个有夜间的表演的时候，那个七彩霓虹灯全部给他上去，还有那个玻璃屋啊，对，这边玻璃屋前面的水池啊，我准备把它延长过去，那最好是底下呢全部有那个灯，那灯色的话呢，这要想想看。好的，好，再研究，我们再研究。好的，那就拜托了，上拜托真吧，啊，只这样，上拜托。阿爷，阿兰姐，那讲嘛。要演唱的表演场呢，做得好，讲好，玻璃屋看透明的呀。奶弟啊，你有懂得个想法啦？哦，没有天天的来，他家做从细到大太老朋友诶。其实我相信，只要不用本方式做，你只要好好做啊。做嘅。无乱使价钱啊。奶弟啊，我哪有乱使钱？富人搞dinheiro的嘛。阿爷，安迪啦。咦，要咁樣嘅呢？我沒事啦。專勇還沒事。啊？哎呦，閉着眼睛怎麼做事啦？我就是怕看到血又昏倒了嘛。看到血就昏？你呼叫是怎麼畢業的啦？啊！叫什麼叫啊？很痛哎，輕一點好不好啊？你是怎麼弄成這樣的啊？嘿呀，我姐姐唔講哦，是不是有人欺負你啊？我不想講。哦，阿蘭姨，他這麼兇哦，誰敢欺負他啊？他不要欺負人家啊，還差不多啦。我說話是不是太直接了？是有那麼一點點。那就好，我還怕我說的不夠清楚。我就知道你們所有人都討厭我。冇啦，冇阿有嘅事情啊，冇亂想啦。怎麼會沒有？從我來到這裡之後，每個人都在背後說我的壞話，看我不順眼。哦，我跟你保證，那個絕對不是因為你個子矮的關係。哦，拜託，你以為你有多高啊？反正我在這裡一個朋友都沒有。哎呦，你在難過什麼啊？看你在這裡沒有朋友，更難過的是你媽媽哎。你那一點不開心算什麼？哎呦，交朋友這種事情嘛，你不能在那邊擺張臭臉啊，然後到處欺負別人，還要別人喜歡你，跟你當好朋友。除非你有我這麼強。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呢？哦，對哈，我更正一下啦，有我這麼強是不夠的哦，還要加上我火辣辣的身材。啊？
我是唔是真經唔錯咧？嘿，你还没睡啊？哦，我刚去上厕所啊。没事，晚安。咦，睡觉啦？唉，大佬已經吐進來啊，所以唔啲錯也唔錯喎。伊行暗色，來日方長，會應來應好。唉，頭擺啊，細個無到你身邊，心肝頭先要多動艱苦。你遐帶轉來咧，又瘦了又瘦雞哦。莫講暗多，也係優秀嘅本愛，就算喏。係水嘅、調姜嘅，我都動聽。講笑啦，也水嘅，係感動我個調姜生嘅呢哦，做半大事咧。係看啊，唔用啥較變細到誒，佢比人較多些含姜嘅啊，含油啦，含有機會。求神拜佛，調養身體，乜嘢都吃過咧。毛就係毛，鹽，總共一句，算你我用上。唔是啦，我要陪他。哎，你腳痛啊，不用等媽媽舒服過啦。不用啦。哎呀，係來真係來啦。唔用啥，點看等一下，媽媽你買東西哈。好。咦？你腳受傷是因為幫我剪帽子嗎？哪有，我只是順便剛好剪起來而已啊。謝謝。不用啦，你不是說那頂帽子是你媽送的嗎？要是我不順手幫你剪起來啊，你每天在我房間裡面哭，我哪受得了？因為我不像你啊，有媽媽陪在身邊，所以那些東西對我而言很重要。以前沒媽的時候怕人笑，現在有媽了又覺得很煩，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。你放心，我相信你媽只要有人陪在她身邊，她就很開心了啊。我跟你很熟嗎？哎。哪有？哪有看到我的？人工受孕的想法。一听到这样对你哪会是你在怀疑哦？长官你好，我係長官啊，我喺度 interview 嘅。interview 啊？唔過啊，有啲成熟嘅鏡頭要羅要 Q 啦，做啲咩特色嘅，所以做到要無幾多，叫他差點嚟亂搞搞嘅啦。唔是在我講嘅，我家下
长老天抛的满好，吹风机战好，偏手边好的哦，也向俺马杀鸡哦。来来，两台过去，万有人错两三三三五三，来去天马。看都是你无的风景，意外无笑一道，对面嘅三分一，总袂讲你热手打招呼。三分二，总袂讲你热手打招呼，对面嘅三分二。